鼎爺前腳先至公開大仔超過40萬嘅信用卡數收據，控訴大仔一邊唔做嘢一邊瘋狂納錢。大仔後腳就唔甘示弱，祭出反擊錄音。段音頻入面，已經81歲嘅鼎爺竟然親口承認自己被細仔兩公婆軟禁。呢個驚天大反轉，連當年同大仔拍過拖嘅楊思琦都被傳媒逼到要當眾表態。大家睇到呢度，係咪覺得成件事撲朔迷離？喺呢場錄音大戰背後，到底係一個45歲巨嬰仔嘅終極勒索，定係細仔兩公婆精心策劃嘅深宮圍獵？真相遠比你喺網上聽到嘅嗰幾段錄音更加令人不寒而慄。講起呢場家醜，真係要由頭講起。上一次講到李永漢同李永豪兩兄弟因為籌辦媽咪思明嘅喪禮而徹底決裂。冇幾耐之後，思明嘅喪禮如期舉行。去到現場嘅記者都見到鼎爺李家鼎成個人消瘦晒，顯得非常憔悴，全程都需要由細仔李永豪攙扶住。而李永漢同李永豪兩兄弟喺靈堂入面全程零交流，當對方透明，現場氣氛尷尬到結冰。更令人唏噓嘅係，李永豪嘅台灣老婆竟然被拒絕進入靈堂，佢最後只能夠喺大門口外面孤零零咁向住入面三鞠躬，場面非常狼狽。去到喪禮之後嘅解穢酒，鼎爺同李永豪兩公婆更加係直接缺席。對於呢個情況，李永漢之後好高調咁同媒體講，話媽咪呢個喪禮，老豆同細弟一毫子都冇出過，全部費用由佢一個人搞掂。其實喺喪禮前夕，細佬李永豪就已經暗中出招，反擊緊哥哥口中所謂嘅家庭不和。佢特意將自己當年結婚擺酒嘅視訊放上網。視訊入面，鼎爺成塊面笑到好似蓮花咁，同各路藝人老友親切合照，畫面入面一家人樂融融，直情溫馨到痹，完全睇唔出有任何不和嘅蛛絲馬跡。點知去到5月份，一直保持沉默嘅鼎爺突然間主動接受傳媒專訪。呢次佢首度大爆家醜，親手打破咗之前嘅僵局。鼎爺喺訪問入面好無奈咁坦言，過去呢10年，佢之所以一直默默忍受大仔李永漢無止境嘅索取，最核心嘅原因係因為大仔負責留喺身邊照顧前妻思明。如今前妻已經因病離世，鼎爺直言自己再無後顧之憂，所以正式宣布委託細仔李永豪作為自己嘅法律事務執行人，全權處理自己名下嘅所有資產同埋大小事務。針對之前大仔李永漢指控細佬兩公婆私自拎走咗340萬嘅說法，鼎爺呢次唔再多講廢話，直接放出咗一段震驚全港嘅錄音，用鐵一般嘅事實，一巴掌刮碎咗大仔嘅大話。喺呢段錄音入面，可以清清楚楚聽到李永漢嘅語氣極之蠻橫，充滿咗命令同埋不耐煩。佢大聲質問鼎爺：你係咪搞錯啊？我嗰日當面同你講得清清楚楚應該點樣做，每個月俾5萬蚊我，你話由8月份開始用銀行定期支付，你明明手頭上有200萬，點解唔攞出嚟呢？又唔係要你一次過俾晒，我已經打咗俾保險公司職員，認咗嗰張保險單，字我都簽埋啦。講到呢度，李永漢甚至帶住濃烈嘅威脅語氣補充：我如果唔係嗰日認咗嗰張單，我點會攔住你唔俾你走？我就是要你坐落嚟，將呢筆數同我認得清清楚楚。呢段錄音嘅核心內容，原來係李永漢強行要求81歲嘅老豆幫自己繳納大筆嘅保險費用，同時仲要幫佢清還高達48萬嘅信用卡欠款。面對大仔好似大耳窿上身一樣嘅無理要求，鼎爺喺錄音入面顯得非常疲累同無奈。佢同大仔講，自己年紀大啦，好大機會唔會再同電視台續約，到時收入會直線下降，實在係冇咁多錢再供佢咁樣揮霍。鼎爺好言相勸，叫大仔不如正正經經揾份工，自食其力。點知45歲嘅李永漢竟然理直氣壯，毫無愧色咁反駁：我連中學學歷都冇，依家都45歲啦，出去做 sales 人哋都唔會請我啦。聽到呢度，
鼎爺終於忍唔住反問佢：你哋兩公婆都唔做嘢，我點樣養得起你哋成家啊？被問到啞口無言嘅李永漢，當場惱羞成怒爆粗，仲大聲叫囂：我就是唔做嘢啊！點啊？佢甚至放下一句狠話，威脅鼎爺：九龍塘嗰層樓嘅房契喺我手上面，如果你唔妥協，我就將層樓拿去銀行做按揭套現。我大把方法同你慢慢玩。聽完呢段錄音，就算係平時喺鏡頭前幾威嚴、脾氣幾硬朗嘅鼎爺，私底下都只能夠無奈爆粗，痛心疾首咁問：你哋兩公婆到底係咪人嚟㗎？字裏行間充滿咗對呢個大仔嘅極度失望同憤怒。呢件事曝光之後，全港市民都沸騰咗。一個45歲有手有腳嘅中年男人，居然可以理直氣壯咁唔返工，仲要威脅自己81歲嘅老父，呢種極品巨嬰嘅行為，自然引嚟咗娛樂圈入面唔少同輩同前輩嘅極度不滿，大家紛紛站出來發聲指責。同鼎爺老友鬼鬼嘅肥媽，直言聽完段錄音之後，當場把幾火。肥媽喺鏡頭前大罵：我連小學6年級都未讀完啊！我憑住自己嘅努力，一隻腳一隻腳印，先至走到今日呢一步。佢憑咩伸手就有錢攞？攞完錢仲要爆粗鬧老豆，甚至威脅要攞層樓去抵押。呢啲說話係人講出嚟嘅咩？連平時好脾氣嘅薛家燕都睇唔落去，佢直言：永漢身材咁高大，行出嚟成個型喺度，完全可以去做保鏢自食其力啦。如果佢真係有需要，我好樂意幫佢介紹工作，但前提係佢一定要學識尊重自己嘅爸爸，有手有腳就應該靠自己嘅努力去生活，而不是一味依賴80幾歲嘅老人家。因為呢段錄音，李永漢喺網上一戰成名，直接被網民票選，成功入選香港4大叉燒榜單，甚至有網民開始瘋狂調侃，話李永漢嘅表現簡直係侮辱緊張志恒。人哋張志恒雖然借錢借到變過街老鼠，但起碼依家真係肯去茶餐廳打工、派傳單、做地盤，算係肯出一分力去養家。反觀李永漢，45歲人竟然可以坐享其成，榨乾自己老豆。唔少網民留言話：真係無對比就無傷害。依家網絡張志恒都覺得佢順眼好多，起碼人哋肯做嘢。不過面對呢段近乎社會性死亡嘅錄音，李永漢竟然毫無懼色。唔通佢手上面真係握住一啲可以扭轉乾坤、反敗為勝嘅秘密錄音？就喺鼎爺嘅錄音引起公憤之後，細佬李永豪率先站出來，代表爸爸同自己澄清。李永豪向傳媒還原咗部分真相。佢表示，其實電視台一早已經同鼎爺完成咗續約。之前錄音入面，鼎爺之所以話好大機會唔續約，只不過係因為當時續約細節仲未落實，鼎爺特意咁樣同李永漢講，目的係希望大仔可以收斂一下，唔好再無止境啖伸手要錢。此外，李永豪亦證實，依家媽咪思明留落嚟嘅所有遺產，以及鼎爺名下嘅全部財產，都已經正式交託俾佢去打理。佢承諾會聘請專業嘅會計師同法律顧問，妥善處理所有事宜，並且會一力擔當，好好照顧鼎爺嘅晚年生活。呢番充滿勝利者姿態嘅宣言，瞬間激起咗大仔李永漢嘅怒火。李永漢隨即展開瘋狂反擊，佢好似連環炮彈咁，一口氣向傳媒拋出多段深夜錄音，直指細佬李永豪有3大罪狀，試圖扭轉輿論，反咬細佬先至係那個急於分家產、虐待老人嘅始作俑者。第一大罪狀就係李永豪兩公婆軟禁鼎爺。喺李永漢放出來嘅其中一段視訊入面，佢指控李永豪同佢個台灣老婆 Agnes 喺前年6月份曾經將鼎爺軟禁喺房入面，甚至連鼎爺嘅銀行網上密碼都改埋。視訊入面有一段隔住房門嘅對話，李永漢好急切站喺門外問鼎爺：老豆，你係咪俾人軟禁喺自己房入面啊？房門入面隨即傳出鼎爺嘅應答聲：係啊。李永漢又追問：係咪李永豪？
仲有嗰個台灣婆，係咪佢哋兩公婆搞出嚟嘅？入面嘅鼎爺好似好無奈咁含糊應咗一句，差不多啦。第二大罪狀就係父子關係名存實亡。除咗軟禁指控，李永漢仲放咗兩段針對李永豪嘅錄音，其中一段入面可以聽到李永豪用好差嘅語氣頂撞鼎爺，你最叻啦，擘大眼講大話，你講嘢一點公信力都冇，你直情係侮辱緊人哋嘅智慧。而另一段錄音入面，李永豪對鼎爺嘅態度同樣非常不客氣，大聲指責鼎爺做人做事嘅方式有好大問題，語氣之中滿是不耐煩同嫌棄。李永漢想借此證明李永豪根本就唔孝順，平時對鼎爺非打即罵。至於第三大罪狀，就更直接指向咗細佬嘅台灣老婆 Agnes， 指控佢進門即奪權，掌控老爺財政。錄音入面，鼎爺向大仔李永漢訴苦，話個台灣新抱 Agnes 一入屋就要求全屋關窗，仲叮囑鼎爺平時唔好咁大聲，唔好喺屋企隨意走動。只要鼎爺一有少少大動靜， Agnes 就會喺房入面大嗌救命。而另外幾段錄音更顯示出 Agnes 控制住鼎爺嘅每日開銷。錄音入面 ，Agnes 用一口流利嘅國語同鼎爺逐筆計生活費、燈油火蠟、水電雜費，一個月加埋都唔會超過3萬蚊啦。每3天同你買半隻雞，你咁鍾意食蒸雞，可以花得你幾多錢呢？你又唔出街，呢個月花得多，係因為同你買咗部新電話，你根本冇其他額外消費。你聽清楚啦，166000就是你7月到11月嘅全部生活費。Agnes 仲喺錄音入面提及一件事，話鼎爺之前試過偷偷地上去拿錢，結果喺路上面發生咗撞車意外。佢藉呢件事教訓鼎爺，連個天都唔想你去做呢件事啊！你自己好好地諗清楚啦。佢要求鼎爺平時用錢要按需取用，如果想開信用卡消費，就要自己承擔相應嘅費用。呢三大罪狀其實同李永漢之前口頭爆料嘅內容大同小異，只不過呢次多咗錄音證據，顯得信服力大增。除咗放錄音，李永漢仲情緒激動咁向媒體口述咗其他細節。佢聲稱喺媽咪思明前年住院期間，細佬李永豪曾經不斷慫恿媽咪，叫媽咪賣咗名下層大樓，用賣樓嘅錢幫李永豪買新樓，剩落嘅錢先至由大家分，甚至還拉埋鼎爺一齊做說客。呢件事令當時身體極度虛弱嘅思明感到無比煩惱同困擾。李永漢又爆料話有一段時間，鼎爺突然同佢講話李永豪提出要分家，兩兄弟每人分250萬。但係一個星期之後，鼎爺就拿着銀行月結單揾佢，同佢講已經分咗300萬俾李永豪。而李永豪攞完錢之後，不但冇一句多謝，反而仲侮辱鼎爺，話你以為你煮嘅餸真係好食啊？李永漢話佢當時核對月結單，發現嗰300萬分出去冇幾日，鼎爺又額外向同一個賬戶轉咗40萬。佢追問老豆，鼎爺無奈話係台灣婆要錢買包包。李永漢放呢堆錄音，核心目的好簡單，佢想同全港市民證明自己從來都冇貪過老豆嘅錢，自己先至係被抹黑嘅受害者，而真正處心積慮想分家產壓榨老人嘅，其實係細佬李永豪兩公婆。但係精明嘅網民一眼就睇穿咗，李永漢從頭到尾都對自己45歲依然唔返工，靠老豆養呢個最核心嘅問題避而不談。呢種顧左右而言他嘅做法，難道唔係欲蓋彌彰咩？面對大仔鋪天蓋地嘅錄音攻勢，細佬李永豪並無坐以待斃，佢好快就作出了反擊，而且一出手就是殺招。李永豪向傳媒坦承，錄音入面嘅聲音確實係佢承認自己當時因為一時心急，語氣確實唔好，但強調自己絕對無講過粗口。佢解釋，當時之所以會同鼎爺起爭執，完全係因為鼎爺一直無底線咁俾錢李永漢。李永豪屢勸不止，眼見爸爸嘅棺材本都要被大哥榨乾，一時心急，父子之間先至會起爭執。
至於所謂嘅關槍軟禁同台灣婆虐待一說，李榮浩直言根本係天方夜譚，惡意栽贓。真實嘅情況係，鼎爺當時其實好驚李永漢上門鬧事，於是同李永浩兩公婆約定，如果大仔再嚟拍門，鼎爺就可以將責任推到細仔身上，話自己被控制住，等大仔無藉口入屋。點知李永漢嗰日真係有備而來，特登隔住門用手機錄音，有道式咁問鼎爺是不是被軟禁，而鼎爺當時為咗息事寧人，就順住佢嘅話應咗句係啊係啊。李永豪無奈咁話：我點樣軟禁佢啊？平時咁多藝人同街坊都見到我同爸爸一齊出入，一齊去茶樓、去片場，軟禁呢個講法根本就唔成立。我大哥真係好白痴，拿着部手機特登錄呢啲說話，居心叵測。吐槽完哥哥之後，李永豪更直接放出了 Agnes 段生活費錄音嘅完整版本。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原來完整版嘅錄音入面 ，Agnes 計完生活費之後，其實仲有下文。佢當時對鼎爺講：因為你又拿咗筆錢出嚟俾人啦。錄音後面 ，Agnes 更清清楚楚同鼎爺對賬，指出鼎爺之前又轉咗合共75萬俾某人，銀行流水賬單寫得一清二楚。Agnes 當時嘅語氣其實係好言相勸，叫鼎爺要留返些少錢俾自己防老，唔好再無止境淡做大仔嘅提款機。而呢啲最關鍵、最能還原真相嘅內容，竟然全部被李永漢閹割咗，惡意剪輯走。至於錄音入面提到嘅半隻雞分3日食，李永豪解釋，其實係佢同老婆見到鼎爺平時慳得太犀利，半隻雞都要分3日食，佢哋睇到心痛，覺得爸爸根本唔需要咁樣苛刻對待自己，所以說話嘅語氣先至會越來越激動，根本唔係限制鼎爺食嘢。至於李永漢指控佢哋兩公婆私吞鼎爺銀行賬戶嘅事，李永豪更爆出了一段令人心寒嘅往事。原來喺前年思明住院之後，因為身體原因，思明基本上都在家中休養，極少外出。但奇就奇在，思明名下嘅信用卡依然源源不斷咁產生高額嘅消費。鼎爺當時心痛前妻，只能夠一次又一次默默咁幫佢還卡數。李永豪兩公婆睇唔過去，覺得咁樣落去唔係辦法，於是向鼎爺提議，不如開一個聯名戶口，等鼎爺手頭上那200萬定期到期之後，將錢轉入聯名戶口。一來鼎爺可以用嚟做日常生活費，二來亦可以確保有足夠嘅錢分期俾思明做醫藥費，但大前提係絕對唔會俾李永漢插手。點知呢個定期存款就快到期嘅消息，竟然走漏咗風聲。李永漢兩公婆竟然搶先一步，半哄半騙咁帶埋鼎爺去銀行，硬生生取消咗聯名戶口嘅申請。而那200萬定期存款，最終亦落入咗李永漢兩公婆嘅袋入面。李永豪給出致命一擊，我大哥口口聲聲話我哋私吞340萬，但佢從來拿不出任何直接嘅銀行證據。相反，那200萬定期去咗邊度，佢點解隻字不提？佢依家嘅行為好似一隻河馬咁，淨係識得不斷重複抹黑我哋。網民聽完呢個大反轉，紛紛留言笑稱李永漢依家直情係河伯2.0，一樣係瘋狂壓榨老父，一樣係老賴。而之前痛斥李永漢一事無成嘅肥媽，亦繼續在傳媒面前爆料，直言鼎爺為咗供養大仔成家，早已身心俱疲。鼎爺每次同我見面，都係不停咁嘆氣。佢私底下頻頻問我有冇啲咩私房菜、商演或者剪彩嘅工作可以介紹俾佢。佢話佢要拼命賺錢，幫啲孫交學費。佢真係太辛苦啦，80幾歲人，隻手震晒，仲要天天喺廚房揸刀切菜、煮餸，就是為咗幫大仔一屋人。依家大仔不但唔感恩，反而仲要反咬佢，真係天理不容。肥媽無奈咁話，佢多次勸過鼎爺放手，你一直養住佢，佢唔做嘢都有錢收，佢又點會願意出去工作？你對佢咁好，佢卻當你係草芥。呢一輪交鋒喺李永豪放出完整版錄音以及爆出搶走200萬定期嘅真相之後，
李永漢方面瞬間啞口無言，暫時唔敢再有任何動靜。一個81歲嘅老人，到咗呢個年紀，竟然仲要為咗一個45歲嘅巨嬰兒子，在廚房拼命操勞。呢個叉燒仔真係令人搖頭嘆息。隨住呢場豪門恩怨嘅細節越來越多，全港網民都將呢場鬧劇調侃為溏心風暴之頂心頂肺篇。有網民一針見血咁幫李家兩兄弟改名，李家鼎個名真係改得好，81歲人仲要夾硬頂起成個家。而大仔李永漢個名就係永遠瞓喺度不用工作嘅嬰兒。如果幫鼎爺計一計數，你就會明白呢位老人家到底活得有多難。李永漢一家5口每個月基本生活費，鼎爺最少要俾5萬蚊。除此之外，仲要承擔3個孫嘅學費、興趣班費用，以及思明生前龐大嘅醫療開支。更加誇張嘅係，李永漢一家竟然要請2個外傭嚟服侍佢哋兩公婆同埋思明，每個月光是外傭嘅薪金就要12000元，呢筆數同樣係由鼎爺全單照付。有心急嘅網民仲去翻查咗二手交易平台，結果發現喺去年3月，李永漢嘅老婆竟然喺網上轉賣思明生前用過嘅醫療床。大家呢刻先至知，原來鼎爺之前特意花咗幾萬蚊幫思明換咗張舒適嘅醫療床，但呢筆錢李永漢兩公婆連1分錢嘅單據都冇交返俾鼎爺，反而喺人走咗之後偷偷地轉賣套現。更令人寒心嘅是，喺思明離世前嗰10天，大仔老婆康妮竟然仲喺社交平台上面開開心心咁晒自己去名牌店購物嘅相，而鼎爺竟然係喺思明離世整整10天之後先至被通知死訊。最過分嘅係，通知死訊嘅當晚，李永漢兩公婆仲以要支付思明最後一筆醫療費為理由，打電話向鼎爺索取大筆現金。鼎爺心急如焚，二話不說即刻轉賬。點知錢一到手，李永漢先至冷冰冰咁同鼎爺講，其實思明10天前已經走咗。得知真相嘅鼎爺當場激到跳腳，血壓飆升。粗略計算，鼎爺每個月花喺李永漢一家身上嘅開支高達10萬港元。呢幾年夾夾埋埋，李永漢起碼喺鼎爺身上索取咗近200萬。鼎爺甚至被逼到要私底下同老友借錢周轉。反觀細仔李永豪，雖然依家喺電視台拍劇嘅收入唔算大富大貴，但他同老婆起碼肯努力，除了拍劇，還兼職做咗幾份副業，自食其力，完全唔需要80幾歲嘅老豆擔心。李永漢雖然一直強調自己以前喺鼎爺嘅私房菜餐廳幫手，結婚亦無花過老豆嘅錢，但自從思明離世之後，鼎爺心灰意冷，已經正式停咗大仔嗰邊嘅外傭合約，亦斷咗對佢哋一家嘅額外生活補貼。依家李永漢手上唯一嘅籌碼，就是那棟位於九龍塘嘅別墅房契。嗰棟別墅是思明留下來嘅遺產，但因為近年香港樓市調整，層樓嘅市值已經一跌再跌。如果李永漢繼續同細佬爭產，繼續喺網上鬧落去，搞到要打官司，層樓分分鐘會被凍結，佢嘅優裕生活終將會徹底落空。也難怪佢依家要變住花樣出錄音鬧事，無非是想博取關注，做遺產庫嚟賺取流量。至於叫佢去打工，一個45歲只有中學學歷，而且10幾年無返過1日工嘅人，根本從來就冇打算過要自食其力。這場圍繞住家產同撫養嘅豪門鬧劇，說到底都是父母過度溺愛所埋下嘅惡果。鼎爺生性強悍，但因為當年離婚，對2個仔一直懷有愧疚補償嘅心理，特別是對大仔李永漢，從小到大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這種無底線嘅溺愛，令李永漢由一個曾經懂事嘅孩子，一步一步墮落成今日呢個坐享其成、橫蠻自私、毫無責任感嘅中年巨嬰。血脈相連嘅一家人，本來應該喺人生嘅後半程互相扶持，但依家卻只剩下赤裸裸嘅金錢勾結，以及無情嘅互相指責。鼎爺81歲高齡，本該在家中安享晚年，兒孫繞膝，如今卻依然要為咗生計操勞，
在廚房入面忍受病痛煎熬。而李永漢卻始終執迷不悟，不願意放下身段出去自食其力。肥媽嗰句錢到位就可以解決一切，道盡了這場恩怨嘅無奈。但是已經被榨乾了大半積蓄嘅頂爺，早已冇力再填補這個無底洞。這場糾纏不休嘅頂薪風暴，終究難有一個圓滿嘅結局，留給世人嘅只有一聲嘆息。正所謂溺愛即是害，養兒難防老。唔知屏幕前嘅你睇完呢場因為過度溺愛而引發嘅家庭悲劇，又點樣睇李家鼎家族嘅呢場大戰呢？